喂，hello 大家好啊！今日要同大家講新聞呢，又係關於一啲動物同埋一啲寵物嘅。咁啊呢排唔知點解啦，發生咗好多呢啲咁嘅關於寵物啊動物嘅案件啊。咁啊今日呢單呢亦都係唔太開心噶啦，但係喺近期呢，即係相信大家討論度都非常高。咁啊就係呢一個8月17號嘅下晝啊，元朗呢一個 YOHO 嘅寵物公園附近呢，發生咗一單好嚴重嘅大狗咬死小狗事件。咁一隻重大約50幾60公斤啊，有1.5米長嘅混種西班牙獒犬啊，叫做拉里。嗱，呢隻拉里呢，就係冇牽住繩同埋冇戴口罩嘅，就咁放佢喺一個公眾地方嗰度呢。咁啊，即係事後有啲人話佢係放養啦，但係其實我呢個有啲離譜喎。即係你可以睇圖片，你可以睇到隻狗咧，基本上同隻獅子係冇分別。咁當然係細啲啦，OK。咁啊，但係60公斤喎，講緊我一個180嘅一個馬佬，加上我偏肥，我而家有少少中年發福啦，即係我先至得80零公斤到嘅啫。你諗下60公斤喎，係即係企起身真係高過你喎，分分鐘。一隻咁龐然大物係咪先？即係你話佢唔會咬人嘅，佢好乖嘅，呢啲嘥氣啦，係咪先？即係同他只是個孩子一樣。喂，大佬呢啲咁嘅情況，你可以唔戴口罩唔成，其實本身養呢啲咁嘅動物係咪已經係唔應該可以執批？咁你不如養獅子養老虎都得啦，講真係咪先？即係你，而且你啲人話佢冇攻擊性，咁而家呢單新聞就話俾你聽，呢隻狗係有攻擊性。咁有啲人都可能要死嗌佢咬狗嘅都係。喂，其實一隻狗，佢會去咬狗定咬人？你點樣分到呢？你點樣判斷佢會唔會做呢樣嘢？你判斷唔到啊嘛，係咪先？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咪有必要執法呢？其實呢一類型嘅動物係唔可以養嘅呢。嗱，正如貓科動物裏邊有一類貓，你都係唔養得㗎。即係我當然唔係講豹啊，即係山貓。山貓係仲危險過豹添啊！如果你問我，即係呢啲係。第一佢瀕臨保護動物係唔俾養啦，第二就係佢本身呢一類嘅動物係有攻擊性同危險性，係唔適合即係喺呢一個人類嘅特別咁密集嘅市區啊嘛，呢啲環境養啫嘛。咁但係我哋講翻單新聞先啦。嗱，呢隻狗啊，呢隻拉里啊，咁喺短短20分鐘之內咧，就接連咬死咗2隻狗啊。咁啊，包括一隻17歲嘅迷你貴婦犬啊，同埋一隻4歲嘅比熊犬。咁啊，兩隻咧都唔係流浪狗嚟嘅，都係一個有主人養，佢哋只不過係帶佢諗住出公園，即係當其時嘅案發地點係寵物公園，帶佢哋去散步玩下。嗱，大家聽到頭先17歲嘅貴婦犬咧，一隻狗可以養到17歲咧，其實係非常長命嘅。你狗一般嚟講係十零年嘅啫嘛，都大家知啊。貓係長命啲啦，即係我隻養咗22年啦都。但係17歲嘅貴婦犬咧，基本上好老噶啦，其實。即係個主人都係諗住帶佢出去係即係懷念多啲日子啊，叫做咁啊。估唔到咧，用咁嘅結果嚟收場咧，真係我自己覺得好可惜嘅。其實諗下，根據調查記錄顯示，呢隻狗咧，呢隻大狗其實就已經唔係初次犯案㗎啦。嗱，喺短短1個月之前咧，7月10號啊，呢隻狗咧已經喺同一個地點咬傷過其他狗隻㗎啦，已經係啦。咁啊，但係啊，點解即係好多人都質疑點解個漁農署同相關嘅機構咧喺嗰一次事件冇對呢隻狗作出一個措施咧，仍然由得佢放養喺呢一個即係就咁放咗喺呢個公園附近咧？係咪真係都要？即係我想問香港啲政府部門係咪都要搞到出事咧？佢哋先至即係俾公眾屌咧，佢哋先至肯做嘢咧？係嘛？咁啊嗱，呢一隻狗咧，隻獒犬啊，其實就係本身都係有主人啦，佢當然唔會係流浪啦，係咪先？咁啊，但係呢個主人咧就好明顯係唔負責任啦。OK， 係咪先？咁啊，對佢呢隻狗係好放養嘅，基本上係由佢自己行啊。咁啊，但係一隻咁龐然巨物嘅動物咧，咁樣本身係已經係一對社區係構成一個危險性。喂，講真啦，如果佢咬住一個，你唔好話細路啊，你咬住一個成人嘅頸啊，你哋有邊個拉得開佢啊？講真，係咪先？佢死咬住，其實真係會死人噶嘛，係咪先？咁啊，真係呢個漁農署咧，我真係唔知講乜好啦。諗下事件發生之後咧，即係呢個漁農署同警方咧，迅速就採取行動啦。當然，咁啊喺8月19號啊，咁啊漁農署啊正式落案控告呢一隻大狗嘅主人，一個52歲嘅阿叔。咁啊控告咧，佢違反呢個危險狗隻嘅規例啊。
咁啊沒有妥善管控大型狗隻嘅罪名，咁啊將會喺8月20號，即係今日喺屯門裁判院提堂，咁啊考慮兼且會考慮加控啊防止虐待、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嘅相關罪名。嗱，呢個主人會唔會犯呢個刑事嘅案例呢？就有啲專家就話可能未必會，但係亦都可能會嘅。好彩今次隻狗係咬死咗狗啫，如果咬死人呢，佢就好大鑊噶啦。嗱，不過呢，其實呢個主人固然係撲街啦，基本上都唔需要再討論噶啦。即係佢首先係唔負責任行為啦，即係你作為一個主人，你冇去管束呢一隻狗啦，係咪先？你普通狗你出街都最好戴口罩啦，講真。而且呢隻咁嘅狗冇繩冇繩，你其實你依個係一個同放隻老虎出去冇分別嘅。咁啊，但係最多人討論呢，反而有一隻大狗拉你。呢一個呢，其實網上有兩邊嘅討論嘅，我自己亦都唔知點樣加意見落去啦。即係有啲人呢，譬如你一定係覺得呢隻大狗抵死啦，即係佢本身呢隻狗係好明顯有攻擊性嘅，即係咬死咗兩隻狗，之前仲要係咬傷咗一單嘅啦已經，即係已經呢隻狗本身就係一個有攻擊性嘅狗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呢，就係有啲人就覺得呢隻狗其實都幾可憐。因為佢本身咧，即係呢隻狗係5歲左右啦，已經即係而家咁啊。但係過去咧，曾經已經係經歷過多次嘅棄養，即係過去有4個主人都對佢棄養。咁好明顯呢隻狗本身應該有一定嘅心理陰影。咁啊，所以佢話身世較為坎坷。咁啊，即係但係我覺得其實呢個都唔係理由嚟嘅，講真，即係佢嘅不幸固然係啦。咁但係佢的確咬死人哋兩隻狗啊嘛。係咪先？咁如果人哋嘅主人嘅心情又點呢？嗰兩隻狗嘅生命又點呢？嗱，其實我當然我又唔係話呢隻狗絕對抵死嘅，其實我自己覺得呢隻狗都係佢可憐之處。咁但喺目前呢個環境呢，我睇到好難避免嘅啦。其實即係我覺得人道毀滅嘅機會比較高啦。嗱，雖然呢一個保護動物組織無手救援表示就即係願意接收呢隻狗啦，咁但係其實唔係話你願接收就接收啊嘛，因為而家佢真係咬死咗人哋兩隻狗啊嘛，咁所以其實漁農署最後會對呢隻狗係作出一個點樣嘅安排呢？即係會唔會教化佢啊，定係判佢死刑人道毀滅呢？其實真係要睇下點啦。咁總之呢單嘢其實就好多人都同情嗰個。即係俾人咬，即係個17歲貴婦嗰隻狗主係最慘噶啦，當然係咪先？好慘啊！其實諗下啲狗咧，即係你自己嘅狗養咗17年，即係佢都嗰頭近嘅，其實佢即係個主人都知嘅，其實即係佢都係盡量珍惜大家嘅日子啊！即係諗住，即係你話佢係安安樂樂咁死，或者真係好似我隻咁樣，但係真係唔想佢就再實在辛苦，即係帶佢去啪支針安樂死又好，乜都好啦。咁都係一個過程同埋結果啊，係咪先？即係其實我當時養阿 B 嘅時候，我都有諗過無數嘅下場啊，即係到底阿 B 會點樣走呢？係咪先？希望佢有始有終咁樣咯。即係我都擔心，如果屋企有火災突然間燒死咁點呢？係咪先？即係到底阿 B 嘅結局係點呢？係咪先？即係作為一個主人，你養個貓，特別你養到佢生老病死嘅時候，你一定要經歷過呢個諗法，你一定會諗過，到底自己隻貓係會用一個咩方式離開呢？係咪先？咁呢一個17歲嘅貴婦狗嘅主人呢，就係一個我覺得算係一個最殘酷嘅下場咯，結果咯，係咪先？即係咁樣死，我真係好傷心啊！會本身隻狗呢，即係養咗17年，你咁樣死咗，即係走咗，你已經好傷心。佢仲要有一個咁嘅結果嚟死呢，我覺得係好慘啊！即係對個主人嚟講，我覺得呢個非常之大嘅打擊嚟嘅。咁呢樣嘢係深表同情嘅。但係嗰隻大狗始終係動物啦。你好明顯咧，佢前4個主人棄養佢，同埋包括埋而家呢個主人咧，都係冇對呢隻狗做過一個狗主嘅責任啦，亦都冇好好教導過呢隻狗啊。咁所以呢隻狗係咪即係佢嘅身世固然係值得同情嘅，但係你話呢單嘢嚟講呢，我就算同情嗰隻大狗呢，但我覺得其實呢，你點都要交代，俾個交代嘅。咁所以我都覺得係佢可以獲救嘅機會呢，我覺得會幾細咯，係啦。唔知大家即係對於單新聞點睇？你會即係因為個主人係唔使討論嘅啦，基本上即係嗰隻狗嗰個大狗嘅狗主，佢一定係撲街嚟。即係而家最多人係討論就係到底呢隻大狗係夠定唔夠呢？係啦，我真係唔知啦。咁今次條片呢，我哋就嚟到呢度先啦，係啦。希望各位狗主呢，即係帶隻狗出街，第一你要負翻呢個責任啦，第二你就要睇緊啲你嘅狗，
即係以防有其他狗攻擊佢。係啊，即係你要睇緊自己狗唔好攻擊其他狗嘅同時，你都要小心其他狗攻擊佢，就係咁。咁啊，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